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呢一個約克馬場嘅第3日。咁啊，今日約克馬場呢，又係跑黏地。佢第一日呢，我差唔多中晒嘅。咁啊，因為呢，佢係好地偏黏，臨場呢，其實應該係傾向於好地嘅。尋日就黏地，一路跑嗰時，你哋見得到嗰個賽馬嗰個鏡頭呢，即係影住賽馬傾咗個鏡頭呢，有水嘅。咁啊，如果賽馬競逐鏡頭有水呢，即係嗰啲水呢就會有風向打落去嗰啲馬匹嗰度嘅，因為佢哋馬又跑，咁啊而又有風啊嘛，有風個鏡頭先有水啊嘛。如果唔係個鏡頭落緊雨呢，就見唔到個鏡頭有水啊嘛。咁啊，所以呢，嗰個場地呢就出現咗變化，而出現咗變化係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呢，就跑咗好多匹大熱門出嚟，10幾蚊嗰啲又贏啊，2倍嗰啲又贏啊。咁有一個問題咧就出現咗，就係佢哋嗰啲2倍，即係香港後尾落到2倍啦，或者嗰啲外國，因為香港都係跟外國嗰啲飛噶嘛。咁咧就即係話咧外國係佢本身喺尋晚咧有幾匹熱門咧，就咁啱佢係識跑黏地，而馬房係知得到，咁佢哋係落咗重飛。但係咧呢啲唔係一個正常嘅落飛現象嚟嘅。如果你哋睇得英國啊或者其他法國嘅賽事多咧，好多係回飛贏嘅。咁啊，所以臨場要睇得好小心。咁我尋日咧就淨係得一場尾二嗰場咧，我就話嗰隻14號啊。咁啊，因為佢係好突出嘅，因為佢點樣突出咧？嗰場跑2歲馬，2歲馬咧好多馬都會即係通常嗰啲馬會跑嗰啲馬場咧，就覺得好新，即係好有新鮮感噶嘛。好多馬匹咧就會極度亢奮啦，或者有啲就係好似細路仔喺度扭計咁，即係唔係好想跑啊咁樣。咁如果有14號咧，就係好文靜嘅。咁啊，佢唔係好大隻喎，佢細粒嘅。咁啊，但係咧，我覺得佢因為佢個賠率又 OK 啊嘛，因為我見得到前邊嗰幾場嘅落飛當時嘅頻率啊，咁我知佢贏，咁我就寫咗話好突出，好突出，好突出，咁嗰隻馬就贏咗。其餘嗰啲咧，我就即係循例要去比咯。因為本身咧，我哋去比馬，因為我本身我自己咧都係由2002年之後咧，我每一場我都要比嘅，因為我係開資訊公司噶嘛，嗰陣時我係開 IDD 公司噶嘛，每一場都要比嘅。咁我長期我都要比嘅。譬如話，如果有啲 YouTuber 嘅，佢比日又唔比日啊，有時係比一場啊，輸咗又有一輪唔比啊，嗰啲叫做膽小鬼博弈，明唔明啊？即係你哋去查呢一個博弈分好多種噶嘛，即係其中一種叫做膽小鬼博弈，即係咁依比一場，一中咗咧就不斷喺度講啊咁咯。咁我成日都中，我都唔係成日都講啊，係咪？中係一個常態嚟嘅，唔中亦都係應該，因為我連續贏咗9日啦。咁第10日成績其實我都唔係話全部 total loss 啊，係咪？嗱，今日咧就個場地咁咧，橫掂都係我又揀一隻賽績比較穩定嘅，就唔係大熱門，我一定唔會揀大熱門住，即係每個馬場嘅性質咧就係都有啲唔同嘅。好啦，仲有喎，尋日嗰隻咩下次見咧，真係要下次見，因為我臨場咧，我只不過話呢隻馬我係唔會買邊批嘅，我只不過如果我提供幾隻馬互穿咧，我就攞埋佢嘅啫。佢係一隻可以入到3甲嘅馬啫。嗱，咁啊今次咧，因為佢上一次跑亞士谷啊，亞士谷好難跑嘅，我亦都講過，全世界我認為我最頭痛嘅馬場就係亞士谷。嗱，佢約克跑過，美丹跑過，約克跑過2次。約克跑2次咧就贏嘅，美丹就佢即係個地區問題啦，亞聯酋嘅，咁佢係贏嗰場。咁啊即係呢隻馬咧就適應天氣嘅譬如話，如果你識跑到亞聯酋咧，即係你嘅視線咧，即係譬如乜點解浪漫勇士跑呢啲地區唔好？因為佢一生之中第一場就贏野馬㗎。咁啊即係話嗰隻馬嗰個視力係非常好。
即係適應燈光，唔會有散光，因為人會有散光啊嘛，有老花、有散光、有近視、有遠視啊嘛，係咪？馬都有呢4樣嘢嘅，只不過唔會有老花，啲馬咁後生係咪啊？咁啊，約克佢跑2次有皮士，咁啊上一次咧就北角峰贏馬嘅，咁佢梗係唔夠跑啦嚇，咁啊要睇翻個獎金嚇，獎金咧就70萬磅喎，70萬磅喎，好高獎金喎！上一次係G1嘅賽事嚟噶嘛，好啦，今次咧就2級賽，咁嗰個獎金咧低好多，咁啊獎金低即係對手冇咁強，即係冇啲1級馬喺度咯嚇嗱，咁啊呢隻布宜諾跑，布宜諾就有啲保障啊嚇，不過佢對羅曼勇士嗰場咧，佢咪就話跑死咗嘅，嗰場佢跑錯咗，佢記錯咗係跑1600啊，嗰場佢跑1800啊嘛，我好肯定啊，睇咁多年馬，佢跑錯嗰一場都明顯嘅，即係我哋喺視線上見得到。咁啊，今次咧就我提供呢匹，橫掂都當買字花咯。而家我俾咗我中咗，你都唔使咩㗎，我或者我臨場唔買嘅，但係我俾人俾咗你又買咗咯，即係咁解啫嘛，明唔明啊？咁啊，大致上係咁啦，好，拜拜。